但市美术馆推出地价甲模型展览，引起轰动，参观人潮强强滚。不过对着游客来讲，若看了会惊。其实小龙文化园区所推出的艺展馆有家奖、有12报纸，也个有奖新名的展览，等于是替大家免费收件服务。同时，展览一推出以后，第一波包括嘉义金东店、定兴宫、西港庆安宫等6间庙宇拢配合，每一天免费赠送限量的平安符、香火茶，让游客安心和欢喜。小龙文化园区的这个台南艺政馆这边呢，因应这个目前因为在南美馆那边开展的这个亚洲地域展，所以我们也就是以此就是做一个相呼应。那我们这边本来就已经有展示的，像我们后面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家里的振兴宫他们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神像在这边帮我们作证。那我们其他还有12婆姐跟家将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在网络上呢先呼应了这个地域展的展示，那跟民众保证说呢，如果过来这边逛一圈的话呢，一定是将爷这边的可以给你呼呼，可以给你这个收金的这个服务。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蛮多的在地的宫庙，包含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金堂殿、那振兴宫跟三五甲的这个正山宫，还有说西港那边的庆安宫呢，也都跟我们联系，那主动的想要提供就是平安符这边来给民众可以索取，所以民众来这边呢参展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拿到就是来自各个宫庙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平安符。那这些平安符呢，在过来我们园区之前呢，都已经先过了香炉了，所以一定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压惊的这个功效这样子。嘉义小龙文化园区的艺展馆，因为南美馆的地价展览引起话题，嘛让因的参观人数增加1倍。根据了解，敢若顶礼拜六甲礼拜2天都有5000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两边的话啦，哈，那你这边的话应该是会比较正向的，那比较属于去宣导我们台湾宗教嘛，哈，宗教文化啊。那个你说第一展那边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展出这样子。那如果以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一边会比较正向一点。就是因为南美馆的展览，然后得知说小龙文化园区有艺政馆的展览嘛，那所以带小朋友来多认识这些对传统艺政的那个文化，蛮有趣的。但妹妹觉得有点可怕。南美馆的这个展示开展了之后呢，我们这边的人潮光是艺政馆这边大概多了1倍，成长了1倍这样子。以往的话，我们的这个园区的这个人潮大概艺政馆这边大概假日的时候可能大概700左右。那可是这个地域展开展了之后，我们这边大概整个成长了1倍，这样民众比较对于就是变成对于我们艺政馆这边所展示的文物呢，跟这边的这个宫庙的文化呢，都比较关心了起来，这样子。台南艺展馆这回展览将到8月底，当中沉浸式的影像甲镜头、法器、面谱等文物展品，就是要让游客趁机会了解镜头文化，而且参观展览也可以当抽吉祥的签诗。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